你係個男士嚟嘅。咁啊，你係咪其實摩拳擦掌上嚟中年好聲呢個舞台好耐嘅咧？都4季，等咗4季。你自己都係做 artist 啊嘛？咁你呢個第一個係咪比起平時上台係特別緊張啲咧？緊張好多，所以都覺得自己有啲失咗。咁啊有3晚燈都睇唔到嘢㗎，其實。我睇唔到對嘢。唔係好睇到嘢嘅，OK，你有3晚燈。咁不如我哋問一問評審嘅意見先啊。周國峰老師。喂，我可以睇緊咧東張西望啲詐騙案呢咁樣嘅。其實咧係啊，嗰啲係咯，你係唐伯虎啊嘛，點可以令到我哋呢班秋香咧可以入搭咧？我好中意嘅聲音嘅 texture 嘅，尤其咧去到 chorus 嘅部分咧，令我想起一個咧以前嘅歌手李國祥。李國祥啱啱死咗啫喎，係喎，李國祥喎真係。我皇上啊嘛，啱啱死咗啫，你同埋嗰個嘅感覺嘅。但係嗱，你頭先個演繹咧係未觸動到我，尤其 verse 嘅部分，係直至到 chorus 嘅時候咧，令到我，咦，我覺得佢係有質嘅，只係因為今晚佢係第一個參賽者，佢好緊張，佢要去改進嘅咧就係佢嘅唱功嘅穩定性啦。如果佢做埋呢樣嘢嘅話咧，我覺得佢係有潛質㗎咯。好多謝周老師。阿肥媽。佢一開聲嘅時候，嗰把聲我同佢調咗度，個聲 OK 喎。但係佢一去高嘅時候咧，佢驚啦。你越驚咧，個喉嚨就越緊嘅。好似煮飯咁嘅啫，即係你開大火少少，即係啲啲。係啦，唞多咁多，你拎開個咪嚟唞咧，你嗰個發揮就會好暢順啦。多謝阿媽，多謝阿媽。多謝阿媽，冇俾到燈嘅可怡老師，我自己都冇試過戴住面具唱歌。我一陣攞俾你試下戴，睇下點樣唱法。個呼吸同埋個發聲啊，個感覺應該會好唔同啊，所以要適應下，大家都要加油加油。添 Sir，但無疑咧，我覺得你把聲啊係幾有辨識度嘅，係有呢個特色嘅。你嘅頭半首咧，我有好多問號喺裏邊，尤其呢首歌咧，我有唱過啦。嗰個 demo 又係我唱，所以我係好熟呢首歌。我知呢首歌寫㗎嘛，喺邊度？佢係要你啲咬字做得好好。最深呢啲咧，呢啲位要做心痛時，鼻位要攞得好靚。愛得佢係一個入聲字，你又要開大口，得太遲。呢啲位全部你要開得好靚咧，你先至可以 flow 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會棘下棘下。多謝天上，多謝。多謝各位評審，希望有下首歌好唔好 ？Thank you。我哋坐呢度。你唱歌係睇緊仆街。嗱，上埋 TVC 台唱都係真嘅喎，唔係嗰個叫咩啊？嗰個樂小姐喺度喎。即係有佢啲靚咯。佢好有感情啊！佢聲係靚㗎。你係唱得好嘅喎，你越聽咧我就越想睇下你啲台風，但係我又唔可以裝，唔可以成咁我又。近期最流行保濟丸調裝版，一試即食，方便自己。經典配方出埋調裝，好掂喎！連古老闆都教。保濟丸調裝版，中藥腸胃專家，快啲食保濟丸。呢個係你嗌嘅 burger，用 Food Panda 嗌同一個慳高達120蚊。係抵啲，好食啲。難得。正式入住 SNK， 咁SNK 以後一定會再創個光榮。財技真係未輸過。你哋用我同 SNK 幫你 sell 基金，我保留起訴你嘅權。
今次連電台、網台所有實時報緊嘅全部一齊話。你唔識拍嘅，我上去拍咯。呢個你條試下。康業信貸快遞呈現台慶劇《新聞女王2》大結局即日晚8點半2小時連播翡翠台。咁我哋黃金時間可能剩翻10年、15年。如果你唔做嘢喺自己嘅身上邊，我相信退休嘅生活唔係一種好嘅生活啦。我比較重視自己咧，就係骨骼啦、眼睛同埋牙齒3樣嘢。牙肉萎縮啊，都有聽過，但係就冇深入咁樣了解到有呢個問題。不過我突然之間諗到一樣嘢，其實口乾先去飲水，呢個諗法係唔啱嘅。就好似牙齒啊、牙肉嘅健康咧，到你出咗問題嘅時候，你先用漱口水，我相信已經冇得補救。你講過啦。咦？好重手喎，好有份量喎。如果味道 OK 又唔辣，我真係會用。可以老實講係嘛？我真係會快 fact check 嘅。如果可以對抗牙肉萎縮，我亦都介紹俾朋友。等多個好嘢先，點人好？日日都練歌，點夠得啊？咁多嘢煩，點都要輕鬆下。唔想有乾忍痛吞聲，可以點？肝臟受損有可能係腸道微生態失衡，護肝先要平衡腸道微生態，轉譯千肝代謝配方，鞏固腸道健康，有助調節肝臟代謝，減輕負擔。持續服用3個月，得到顯著改善。轉譯千肝代謝配方，從腸道開始，助你無痛護肝。餵飼野生動物或野鴿會令佢哋喺市區聚集，帶嚟滋擾同衞生問題，亦會影響佢哋嘅健康同習性。根據《野生動物保護條例》，非法餵飼野生動物或野鴿會被處定額罰款5000蚊或被檢控。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被判罰款10萬蚊同監禁1年。為己為人，我哋一齊支持全城唔餵。下一位藝人帶嚟嘅歌曲係《你劍碰上》。我同馬騮精係相似，我覺得馬騮精咧就應該係保護佢嘅，中意唱多條舞，盡力做到最好。